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我来到了南投国姓乡，这里的客家人比例有75%以上，大多从新竹、苗栗或是邻近的台中、东市移民至此，是南投县最大的客家聚落。徐大哥你好，我是道玄，是欢迎来到我们国姓。这里的地名包括刚刚的老街，还有一些店面都叫国姓，是有什么原因吗？国姓呢，就是跟我们的郑成功有关系。那郑成功呢，在我们国姓乡呢，我们称他叫国姓爷。我们客家话的国乡公啦，国姓公的意思。那郑成功的部将呢，刘国轩，因为平叛乱来到这个地方，他的部队留下来垦荒，慢慢的汉人才移垦进来，形成一个聚落。那也是感恩郑成功的恩德，所以才把这个乡民的地名的取名叫国姓，这是我们国姓的由来。客家人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大概是1910年到1930年，当时我们台湾是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那日本人呢，为了取得我们这边的樟脑资源，所以呢，就大力的鼓励北部的客家人来到这个地方呢去做采樟的工作，所以慢慢的形成了大量的这个客家人移民到我们国姓这边了。居民为了感谢郑成功军队的开垦，在当地的信仰中心护国公供奉郑成功，并在老街入口处设立郑成功雕像，成为当地的地标。而当地特殊的国姓抢成功活动，也列入客庄12大节庆之一。那个抢成功啊，算是这个客庄12大节庆之一。那刚刚提到国姓啊，那郑成功跟抢成功有关系吗？那这个抢成功呢，一方面我们是取这个郑成功的谐音。那在921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国姓乡呢在921也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为了一方面振兴我们的这个建设那另一方面呢，也能够让我们的灾民能够忘却这个地震带来的这个痛苦那所以我们这个公部门呢跟地方的人士呢，大家集思广益来举办这个活动。这个得奖了、优胜了，就是取得成功，是这个由来。那后来变成全国知名度非常高了每个乡镇、每个县市呢，大家都想来到我们国姓参加这个活动，大家都想成功921震后的复苏，国姓透过推广在地客家文化，让宁静的小镇重新热闹起来。站在街口仰望郑成功雕像，似乎也能感受到国姓爷在这里受到的爱戴。